阿雄，哈哈哈，你创啥？自拍哦。无啦，阿姊要录影啊，小整理一下，你知影？因为这节目我即马吼，足侪人足教意外，连路的拢足侪人要找我，你知无？因为这节目我即马吼，足侪人足教有意外，足教有意外，足教有意外。倒一款台湾的点心是郑成功发明的 I 呢 know, I A. know, 蚵仔煎 I know, B. 肉丸 C. 臭蛋。I know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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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know。我真正知，你真正知我定定去台南，而且我有咧看历史的故哎事哦。呦，我真正知，蚵仔煎，郑成功发明的哦。蚵仔煎，蚵仔煎我连安怎知我拢知。蚵仔煎 ，I know, I know，蚵仔煎。卖搞咖呢啦！啊，当然以前战争吼，就是无人顾米，迄米无够，爱派你去吼。所以伊迄就是伊要炖你的娘草嘛，所以就是甲迄娘草拢甲你冻掉的。啊，郑成功无法度啊，啊，咱台南沿海遐上济就是蚵仔嘛，也是一寡海产嘛吼。啊，所以就甲迄蚵仔佮用一寡粉啊，煎的，啊嘛是会当缀白安尼，吼，啊，互伊的边啊有力，吼，啊，所以这是蚵仔煎安尼。